最近有人問我，既然你線下嘅人物咁多，點解仲要做社交媒體？我忽然之間明白，原來有好多人都有呢個誤解，以為有線下嘅人物就唔需要做線上嘅流量，有線上嘅流量就唔需要線下建立人物。錯啦，我會經常用一個空軍陸軍嘅比喻去解釋線上引流同埋線下人物嘅結合。咩係空軍？其實係我哋線上建立 IP， 吸引流量，增加大量嘅曝光，呢都係線上社交媒體嘅強項。但係呢啲線上嘅流量優點係強大曝光，但不足之處就係建立唔到好強嘅信任，甚至促成生意。要真正建立深厚嘅信任感，甚至促成高單價嘅生意，都係需要面對面先至可以獲得。而呢種深厚嘅信任感係要經過多次嘅交往作產生，生意先至會越做越大。但想象一下，如果你喺線上已經見過某個人嘅視頻好幾十次，對於佢所講嘅嘢有一定嘅理解同埋認同，當你有一日喺線下實體見到佢，係咪會覺得好親切呢？甚至好快建立信任感。其實線上媒體就好似空軍一樣，佢哋會首先觸及幫你大範圍咁掃平一啲障礙，一啲信任嘅障礙。但係只係有呢啲空軍係唔足以贏取別人深厚嘅信任，仲需要派出陸軍，就係你親自出馬喺線下親自見面，你先至可以獲取嗰啲喺線上仰慕你好耐嘅粉絲信任。喺第一次見面嘅時候，你已經慳咗大量嘅時間，即使係第一次相遇傾偈，你會發覺大家好似識咗好多年，一見如故，無所不談，好似老友咁。呢個就係線上曝光配合下人物建立空軍陸軍方式。所以呢個就係點解我喺線上建立 IP， 因為對我線下嘅業務其實有好大嘅幫助。我甚至認為每一個現代營商人都要嘗試建立一個自己獨有嘅線上 IP， 雖然唔會100%成功，但係如果成功就肯定會俾你200%嘅好處。我係 Anthony Liu， 香港 BNI 高級董事顧問，關注我，帶你了解更多人物心法。